我双眼全盲，所以我用耳朵观察这个世界。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我听声音的点点滴滴。我是王俊杰，你所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在这里，我们听声音的大小事。欢迎你收听《耳朵带我去旅行》这一集的单集，我是王俊杰。在我们这一集单集当中，我要为你访问到的是许志豪。不晓得你知不知道许志豪？许志豪，他曾经在三立主持宝岛声很大，然后之前也跟曹雅文在八大电视主持音乐节目，然后也曾经跟美人姐还一起主持了那个三立的红人榜吼。那么我大概在很多年以前，我曾经去当过超级红人榜的那个关主，魔王之类，我有点忘记了。总之就是要跟他们的歌手 PK 吼。那时候有跟许志豪有一面之缘这样子。对，那这一次为什么要访问到他呢？是因为许志豪发行了一张新的专辑。那这有点特别，是因为他这一张专辑距离上一张专辑，在这之前他发行过6张专辑，距离上一张专辑呢，总共有12年的时间，12年的时间，一起年呢，一起年是几个世代啊？基本上讲3岁啊，4岁的一个世代，为已经3、4个世代啊呢，4岁一个世代就是3个世代啊。一起年，所以也就是讲，当初如果听许志豪唱歌的人30岁，现在已经42岁啊吼，20岁，现在已经32岁啊。为什么这样？伊的专辑中间隔这么久？因为伊中间开始转换跑道，伊的另外一个真正的正业是去做主持人，然后呢，到12年后，一起年的以后，伊才重新回来当歌手。所以也许许多人早就忘记他是歌手，但是他很厉害啊。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你网络上可以 Google 一下可以，他很厉害，他用那个英文的方式把一些很好玩一些台语歌翻成英文是非常有趣的。好，那这一集当中呢，我们就要来访问许志豪，然后这一张专辑是由荒善亮来制作的那许志豪的故事怎么样呢？听了就知道了好，动脉音乐发行许志豪的新专辑由荒善亮制作。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来专访许志豪。我非常欢喜访问到志豪。志豪，这是你的第几张唱片？老师，这要安怎讲？这若以我出道到今仔，这算第7张啦。第7张系，不过已经第7张到第6张呢，人无介久，人一起年。12年啦！啊，那安尼我嘛想无。我先问一下因为我本来无按算讲你的台语好甲安尼。有影吗？我台语算好讲吗？算袂歹，算不错啊。对，而且无迄种奇怪的家字，比如讲我，也无讲我，有无？有影。你台语为什么遐尔好？我爱讲台语呢，我是自做囡仔，阿公阿嬷拢讲台语。我的年代虽然我无介侪岁，不过我的年代读小学的时阵讲台语，还佫会罚钱哦。你6年级生哦？6年级生。咱同一个时代的人。还有你几班呢？我66。哈哈，学长。人阮68。大尾啊，减2岁嘛要偏啊。我虽然学校会罚钱，不过我嘛是真爱讲台语。是安怎？我感觉讲台语会互我感觉是甲厝内底的人咧讲话，会一款亲切感。你毋是台北人嘛？我家人。安尼家人。所以你尾啊到台北工课的时阵应该你周围讲台语的人开始变少了对吧？有影。你自然就台语少讲，还是你嘛会自然，还是习惯性甲因讲台语？我会看人。我袂互家己减少讲台语的机会啦。若拄着迄个会晓讲的，我就
真自然，就是一直甲伊用台语伫咧沟通嘛。我毋知你有一个经验无吼？是比如讲，咱伫咧台北工会嘛，然后咱诶这个圈子，大家见面说，哎嗨怎样怎样，就是讲华语嘛，对不对？对。然后很多人讲得很好，很标准。然后你向用还没讲台语吼，他突然间好像某一个开关被打开了，哎，就用发觉有一个会晓还没讲台语的人，伊台语一直讲，然后你发觉伊是南部来，他就讲，哎，让我伫台北，我在台北都没有找到朋友可以讲台语，好开心啊！你有这种经验？有。我嘛是逢有一款惊喜的人，因为你来听我讲华语的时候，你会感觉讲讲的一定不要讲台语，因为我的华语还蛮标准，蛮好的，对。所以我定定嘛是讲，甲这人用华语开讲到一半时，我若用可能，比如讲换一个对象，你讲台语的时候，伊拢会惊一个，这就表示啥？其实可能即摆讲台语，我感觉真时尚诶，真时尚啊，而且。我感觉除了讲，我拄则讲的是一个亲切感以外，台语有影足水的，尤其是较早台语老歌有真侪歌，尤其是我上爱唱迄个三大树的迄款的，唱煞敢若你看一本小说，用的字，唔通爱花无爱枝，哇！我就是讲，迄当阵谁爱用即款的方式来去形容。遮尔啊含蓄，唔通爱花无爱枝，青春比迄个。哎哟，唔通爱花无爱枝，敢是这？哎哟，我真正我无毋对，就是即条。你像爸母丹嘛是啊，唔愿选枝出枪位，你若讲要看即个文字啊，伊毋是讲真困难的字，也毋过伊所会当表现出一款。迄当阵人歹势讲诶，也毋过用即几字啊，会当完全来表达的一款情绪。所以就是我爱台语的所在啊。所以大家你若是平常看三立你熟悉徐志豪一定是较好拉咧。你拄要讲啥拉撒？拉撒。毋过你今仔日你伫咧头前这无几分钟的时间，你有发觉到徐志豪毋会当拉咧，佫会当做谈话性节目主持人，因为当讲。介文介严肃的议题，你看，可能我拄着你气质做一个好起来，真的嘛？对啊，啊是你嘛得把你假，你应该毋是安尼哦。我上麦的时阵就变安尼啦，我关掉的时阵我嘛是另外一个人。12年前是发6张唱片，一起年进前，然后第7张唱片，一起年以后再来发生，是啊，这个变化发生什么代志？那差这么长，是因为去主持啊嘛？我到目前为止出道的时间是将近要18年吧。这18年会当分做2个阶段，就是讲较早出道我是做歌手，嘛是签立唱片公司，迄个阶段非常的单纯，我就是一个歌手的身份，一年出一地，一年出一地，总共出6地，成绩无介好，发展嘛无讲真顺利，所以我想要讲2个阶段，因为第2阶段了，我离开本地唱片公司，拄着我的贵人入来三立电视台开始主持节目，这个阶段我好做主持人，所以我工作的这个重心，就拢伫咧主持的工作，也毋过主持到即嘛目前为止12年，12年的时间，我也真幸运啦，因为陆陆续续我所主持的节目拢是甲歌唱有真大的关系。比如讲，大家上届有印象的就是三立离高台的超级红人榜，我甲美人姐甲唱宪歌，几啊年前我嘛伫八大主持一个带状的节目，甲曹雅文的上好听的歌，拢是歌唱的。甲我即马伫中视，甲康康哥，甲其他4位伙伴的即个综艺一起棒，拢是歌唱的综艺。即马拢迄个第一名咧吼。感谢你啦，谢谢，大家听笑啦。你莫讲问后壁哦，后壁无爱问啊。所以其实虽然你主持，也毋过真接你接触这个唱歌的代志，我嘛真接唱，我嘛足爱唱，而且是愈来愈爱唱。所以这个想法毋捌停过，就是讲，是毋是会当阁有机会来发表家己的作品？会当阁互大家知影讲我是一个爱唱歌的人。我相信，长期。有咧看志豪的人拢知影讲，我真正爱唱歌，
啊，即摆市场甲较早无共款，即摆要出一个唱片，咱讲所谓的唱片是好的唱片，希望会当做较认真的唱片，有工业水平。嘿，这实在讲吼，真开钱呀。吼，老师你也知吼，啊，真需要资源哦，所以用着一寡时间，必须要去请真侪人来斗相共，才有法度讲，伫今年的9月初5吼，正式要来发行我的睽违17年的即个专辑，所以真正无简单。我一直到即马出道到即马，我才知影讲，要做一个唱片，原来，遮尔无容易。这到底发生啥物代志？还佫真侪故事，咱等下再继续讲啊！吼，12年后的许志豪佫再发行新的唱片，唱片的名甲咱讲一下，叫做《袂记的青春》。袂记的青春吼，这个气氛袂歹，因为12年，那青春原来已经变迄个为老啊，初老的中年啊。你敢袂甲讲我熟男？啊，熟男，你就一定爱讲老，我靠老。我嘛有开钱去装潢呢，面啊，对啊，对无？所以这个专辑内底有真侪歌，他甲大家分享。是。啊，先讲到这，咱先听一首歌，对我开讲好不好？好。啊，你介绍，你要爱互大家听倒一首歌？首先就为各位来介绍我即个主打歌《袂记的青春》。这首歌是一首抒情歌吼，《袂记的青春》。我先甲大家讲一下，后壁咱再佫讲吼，伊的制作人是我的兄弟黄善良。咱等下再佫来开讲。阿母的心总是遐尼柔软，阿爸的手总是不知休困，为一个家，操烦恼无断，袂记得了家己的青春。用心车，用行日渐渐大，绕分伴着头毛渐渐白。问恁敢无想要许一个？你摇头，用笑容来奉陪。人生风雨脚大嘛着行，爱坚强是你送阮的话。深深的感谢我心爱的，恁的爱是阮的蜡烛花。遐尼柔软，阿爸的手总是不知休困，为一个家，操烦恼无断，袂记得了家己的青春。用心车，用行日渐渐大。绕分伴着头毛渐渐白，问恁敢无想要许一个？你摇头，用笑容来奉陪。人生风雨脚大嘛着行，爱坚强。是你送阮的话，深深的感谢我心爱的，恁的爱是阮的蜡烛花。阿母的心总是遐尼柔软，阿爸的手
总是不知休困为这个家，操烦恼无长，袂记你了家己的青春。非常温暖的一首歌，然后说的事情跟妈妈有关，跟青春有关。好，伊就爱讲的，伊就是减我两岁吼，不是要安怎？对，好，未记的青春，这是徐志豪的新专辑的主打歌。那如同我跟大家刚分享的吼，如同我在节目一开始问他的，那台语讲你好吼，伊真正台语有够好诶。那关于他的新专辑，还有他一路走过来的点点滴滴，个因倒是开唱片行的细汉的时阵哦，这嘛是都好深的故事。我们继续听许志豪跟我们分享和聊天。讲长无长，讲短无短吼。咱的前辈，有迄个安尼去啊，足爱唱歌的，但是大家敢若现看伊主持。哦，嘿，你是讲啥？咱宪哥无？袂啦，人伊主持歌嘛做红的啊。当然啦，但是伊就是大家，伊就是敢若注定着要一直伫主持嘛吼。哦。啊，搁咱一个朋友，是，这个朋友我关麦咧甲你讲是啥物人？关麦才要讲哦。嘿对，咱有另外一个朋友嘛，足爱唱歌的。嘿。也毋过，伊嘛是莫名其妙，人着即几年啊拢随伊主持。哦。我要问你的题目是安尼啦，是。就是讲，这12年来啊，其实你伫咧主持即个部分，会能见度真悬，然后大家嘛对于你的肯定真悬。谢谢。你会定定想讲，有一个情绪就是啊，恁拢找我主持，何时要找我唱歌？捌咯，尤其看我同时期的朋友吼，逐个一块一直出的时阵咯，有影就嘛会心酸。也毋过我即摆心酸，甲过去较早拄好出道是无共款的，因为我感觉我已经真幸运啦。我有节目会当主持我是聊聊较贪心。若是讲一句即摆华语定咧讲，就是我嘛希望会当斜杠啦，互大家看到除了主持以外，会当唱歌的志豪。因若按照理讲，本来是主持也叫斜杠啦。叫无场地主持，做即马变本业。嘿啦。也毋过，我讲这是天公伯啊，对我的疼惜嘛，会当互我做两项代志啦，所以一旦有机会，我拢要把握，互大家知影讲志豪会唱嘛做认真咧唱安尼。在这12档当中，你其实随时拢伫传有一天会当去唱歌的代志。因为其实我一直甲家己讲一个目标啊，老师，我相信你嘛知，做一个歌手上重要一个希望，就是讲我会当唱出上无有一首家己的代表作。我定定你讲我的头一个贵人张秀清姐，我讲，若讲到车站，都会想到张秀清；讲到张秀清，会想到车站。就是即款的连结，互我感觉足新鲜的。因为这有影是一个足无容易的目标，所以讲这嘛是我即马咧拍拼的代志。你讲这我是笑话啦，我进前才拄含迄个文香老师。文香姐开讲，我讲是啊，你有啥物歌足无爱唱的无？伊讲无爱唱嘛，无法度啊。我自9岁菜槟榔，甲当已经几岁啊？大家拢讲啊，文香你袂当无唱菜槟榔啊，迄就是你应该唱的啊。伊讲我拄囡仔菜槟榔，甲即马做阿送，佮叫我菜槟榔，无法度啊。毋过你听伊安尼讲吼，就我嘛是小金姐嘛讲哦，我车站毋知唱几遍，唱甲有诶时阵会sen可是我相信伊咧讲即款话诶时阵迄心内是一款骄傲呢。这毋是一般人会当安尼讲诶。对啊，伊讲起做大尾诶。就我就无通安尼讲啊，对无？所以即块我咧筹备即块专辑的时候，我一直甲家己讲，甲制作人黄山亮老师讲，就是讲，咱好无容易会当找着遮有限的资源，要来做一块，咱一定要做出一个甲过去无共款的许志豪，安尼咱做才有艺术。当然亮哥啊，以前化腐朽为神奇我听到规块专辑的时候，其实我感觉足介意的。
对丢边到开始录音，这中间偌长的时间？丢边甲开始录音吗？还是录好？你讲开始录音吗？丢边甲开始录音，我旧年是用募资嘛，预购嘛，其实真紧。达标之后，我后个月就马上要去录音室。哦，安尼嘛，较最也毋过我录一年。是无样，还是看到？第一时间，第二亮哥嘛讲咱毋免赶，吼，因为伊足听的啦，伫伊的即个录音室内底，吼，即伊家己的录音室啊，伊家己的制作团队，伊就讲咱慢慢啊磨，慢慢啊磨，吼，物件好，咱才送出去，安尼，吼，所以头尾录音的时间将近1年，将近1年。伫咧12年前的你啊，迄个时阵，我有做功课啦，吼，迄阵录唱片啊，进前拢是伫较传统的台语环境内底录音嘛，吼。是。啊，亮哥伊的趣味拄啊好，伊伫咧传统甲无传统中间，嘿，啊，因为伊的头壳有一寡，就是因为对美国转来啦，吼，伊的思路有一寡是迄种伊对美国走转来物件。这个过程啊，应该含你过去较早伫录音伫配唱等等有真侪无同款的所在吼。完全无共。规个配唱的过程，迄个气氛嘛是拢无共款。他们讲哦，我一开始是用着我较早的即个心情入去录音室的。到尾我讲我想济啊，因为亮哥有伊家己的一套，会当用伊的方式来引导我，吼，入去即个歌的即个感觉，吼。甚至若倒位啊唱甲袂顺，还是讲唱袂到迄个情绪的时候，那要紧，咱出来开讲者，吼，啉淡薄啊，还是安那，吼，因为咱有诶时候，咱录音你就知，咱心内知影讲吼，希望当唱到遐，毋是偏偏迄工诶状况就是唱袂到遐，咱是做硬诶，你知道吼？你搁互我一点仔时间，你若兼要唱，搁偏偏搁唱袂出来，咱无爱去将就，要安怎？咱就互家己的情绪当放松，即当阵制作人就真重要啊！吼，伊会用伊的方式甲你鼓励啊，讲一寡互你欢喜的啊，吼，啊是伊嘛会晓拉一寡，拉一寡，有诶无诶啊，安尼吼，你若心情好诶时候，别去唱哇，一个囝就好啊，安尼。我最爱迄个气氛啊，所以就是伫较无讲真大压力的状况之下，入去录音室出来物件有影加真好，加真好。我爱甲听众小解说者，因为这20几年来台湾的台语歌的唱片啊，有占袂少数的台语唱片的录法，就是因为有成本的压力吼，因为即摆唱片足艰苦，是啊，所以听众朋友你毋知影的部分。其实有个人伊会伫伊节目伊有像节目时会讲啦吼，真少人讲就是讲，因有时大多数为着速度吼，为着等等，所以你一个人你都毋识唱，其实唱无几届。我简单讲好啊，真侪人可能用3工就录一张专辑。嘿，好，我有一工伫咧后台，咱某一个即满真有名的朋友，伊就讲伊一工录一张专辑。一工哦？嘿，一工，我等下甲你讲是啥物人。你想哦，安尼听众伊会安怎？唱片会安怎？吼所以志豪拄仔咧讲的时阵，就是恁会想讲恁录音，我搁出来啉一个，安尼恁拢咧蹉跎时间，毋是，真正毋是。有时阵你很清楚的时候啊，你就清醒的时阵，你的情绪会突然间盯住。对他有时候透过一些技巧。让你晕晕的，或是故意把你弄哭。伊目的拢是要互咱的情绪做一寡转移。对。这专辑内底有你写的歌无？有参与啦，有参与啦，毋是总我写的啦。介绍一条啊，你参与的歌互大家。好，这条歌做趣味的哦，这应该会是我的第二波的主打歌吼。伊叫命中带车位呢，这很好笑。你刚才听着名，你就刚刚做我讲。我有听。我先讲哦，是安那会有这首歌的由来哦，因为这是其实我家己个人差不多已经2-3年的时间，我的口头禅啦。
因为咱人若有压力的时阵，拢爱找一寡小确幸，吼。啊，我若吼特别出去外口，我若家己开车的时阵吼，哇，迄人来咧停无车位，啊，我吼偏偏吼路边有一台车出来，啊，我会当停去，我就感觉足欢喜的。你就爽的，我就是讲吼，我命中带车位，啊，若无就是迄落停车场啊，我做爱停迄落，伊毋是会写剩几位嘛，我做爱停迄落剩一位的，因为剩一位我停袂了，伊会变零嘛。啊，咱做欢喜后边一台车就会走。你即摆想讲你宝岛神很大，出去拢安那拢有保庇的对啦。有保庇啊，所以我就感觉啊，即款感觉真好呢。啊，所以你的成功率就悬的啊。我真尖呢。较早亮哥拢讲吼，伊拢无车位，伊自从写完即首歌了后，伊即摆有够困扰的，伊车位伤济，毋知影要停倒一位。所以有记哦，你抵毋着，即摆有险的对。所以我就讲吼，亮哥，我一直想要做这件代志，啊，毋过我写袂出来，吼，就是我就讲这个故事互伊听，吼，啊，名就叫做命中带车位。伊讲，哎哟，那叫故事，无你试看觅啊，你将你的想法写出来，啊，伊甲帮我改，啊，帮我写调整这个词，啊，伊佫写这个曲，有够古锥的啦。写歌的代志是安尼吼，听，等大家你听这首歌，敢若做成情歌的吼，情歌啊要。紧来要去找妻人嘛吼，啊，所以就爱紧来找个车位。也毋过，即摆你听完这个故事以后，你就知影，其实歌咧写歌的时阵，有时伊原始的理由，甲你听到淡薄仔就无共款，即迄个淡薄仔舞曲的感觉，对，咱听这首歌再去开讲。要早，赶紧来准备，今仔日是重要的日子。西装打扮我拍你，啊出门相亲一定爱准时。哪知沿路踢来踢去，我强要分去，西来西去拢无车位，一声会该死。好在家在心命保庇，我命中带车位。头前的美玲雄雄驶离开，我喊到都碰落一秒停入去。早起的房啊，电到我困袂去，起床已经8:32。想着头家讲慢到会够真水，我赶紧出门油门吹落去。哪知沿路踢来踢去，我强要奋起，西来西去拢无车位，一声会该死。好在家在王爷保庇，我命中带车位。头前的免路雄雄驶离开，我喊到都碰落一秒停入去。我要出运，今仔日就开始，心肝发财，心肝发财，亲像做大鬼。好在家在心命保庇，我命中带财位，从今以后拢平安顺时，我喊到都碰落好运做几年。我嘛治好你，这讲这个代志算足大尾。恁宝岛神很大，拢算讲有保庇，算足险的对啊。阮朋友迄个像迄个大宝啊，大宝哦，系啊，哦，伊嘛做旺的呢。可大宝就是直接在脸书直接一直写讲伊即马敢若安尼六家新名拢好齐有无？哇，有影。如果有神助，我就想要甲我就想甲恁龙哥讲，龙哥你互我一块好无？看会香无？我顶下等个阿白啊，阿白，我即马人讲出头啊，你咧？他说我还没有到，等我。还没有到，对，没啦，伊嘛表现了真好啊，伊会当主持，佫会当演舞台剧，做搞的啊。对啊，阮就是伫舞台剧后台啊。哦，阿白，你什么时候？我说我时间还没有到，你再等我一下。没啦，这上无拢家己的舞台吼，
头上都有一片天。所以上起码的好处就是找车位，这唔免烦恼啦。对，而且吼老师，我想啊，到尾啊，希望伊会当写做一条歌的原因，是因为讲，我嘛希望讲伊会当变做咱少年人吼，即摆的一款祝福语。吼，因为伊真古锥嘛，因为我一开始讲到歌名，你就感觉真趣味嘛吼，因为咱有人去算命，算命先生会讲啊，即个人命中带头花，这人命中带灾祸。这人命中带破格，破格迄就较严重。也毋过，这就是足亲切的话，吼。咱即马呢，虽然就算讲你无法度大富大贵，我也希望讲无论你驶车去倒位，拢会当命中带车位，袂歹，是毋是安尼？这一个祝福语嘛。咱一工啊，常常哎哟，别人听无位，咱听到迄位的时候，规工的心情会真好呢。所以写这条歌就是即款的一个出发点。我决定我这个下标的时候，我特别写讲许志豪来到节目，祝你命中带车位。对，这个不错哦，真好，对不？哎呀，我问志豪啦吼。是。你是细汉就开始爱唱歌，参加歌唱比赛，爱台语歌的吗？还是你含台语歌的渊源是啥？我自细汉就是唱台语歌。系。嘛去比赛嘛，细汉。我其实比赛无介长的时间，因为毋敢去，我会记你头一遍的比赛是差不多10岁吧，迄当阵有5等奖。你有去过啊？去过，我去台视边仔的小房间试镜，结果试镜完啊，无偌久就传着一张明信片讲感谢你来参加本单位颇有遗珠之憾。我人生学头一个成语就是遗珠之憾，因为当阵看无，我去查字典嘛。遗珠之憾就是淘汰哦。安尼我知，迄是头一遍因为咱会惊嘛。到尾搁去参加3D的迄当阵21世纪新人歌唱排行榜，我嘛是一关就去用淘汰啊。我毋是一个学过唱歌的人，我是自细汉，因为我伫咧唱片行大汉的。对，我就是理解代志。爸爸妈妈拢爱唱台语歌，阿公阿嬷拢爱唱台语歌。我是因为即款的关系爱着台语歌。有的人我的同学会甲我笑啊，因为迄当阵拢4大天王啊，若无嘛4小天王。特别去 KTV 阮做伙去 KTV 点歌，伊拢点忘情水啦、吻别啦。往事是我，就是我安。雄雄会走出，比如讲安平对上曲啊，断魂岭、情城对徐志豪你歌来啊，伊就开始食水饺、食牛肉面去变数。所以当因咧对唱4的时阵，你点的是小姐请你好啊。对，讲无人跟我唱哦，毋才会艰苦。你咧点你最珍贵，你咧点上心酒店。对，就是真正是安尼毋是因无代表我无爱唱华语歌啦吼，毋过我就是特别较爱台语歌。人会甲我笑讲，你是毋你爱遮爽？少年人哪有人唱台语歌？我就感觉台语歌真水啊，真好听啊，我就是爱唱啊。所以讲，到即嘛一直有人咧讲，你们台语挂的怎么样？人家国语挂的怎么样？我拢讲台语挂很好啊，台语挂很亲切啊。至少我比你早出道一点啊，因为我10几岁就伫咧这个环境，我是做编剧嘛，我是对做编剧开始的。然后较早有一个约定俗成，迄个约定俗成安怎咧？譬如讲，许志豪本来拢写华语歌，是，然后有一天许志豪写台语歌，古早我讲的是30年前，我拄等着迄个默契你讲出以后他就会说许志豪是台语挂的他们华语歌就开始不找你所以较早咧写华语歌的人咧写台语歌的时阵伊拢会希望我歌会对，会用，但是莫做主打歌。你知意思？我知。家己互贴标签。对，咱的朋友，咱的熟悉的大家内底有人互贴标签贴到现在但是人已经变成教父就是吴雄老师对啊，伊就是对伊写华语歌嘛，伊较早含罗大佑合作嘛，对伊开始写台语歌，慢慢写人就甲伊贴标签了，但是无要紧，伊怎样变教父？所以古早有这个问题啦。对，古早会感觉就是你讲，如果各位你有经历那个罚1块钱的年代那个6年级5年级生，对啊，伫迄个年代台湾伊就是生做安尼。你罚1块
无怪你大我2岁，人阮较贵，阮罚5块。恁哪遮贵？阮较贵。为什么恁遮贵？因为阮较现代啊。你的物价较悬。你罚1块，你较俗，因为你大我2岁。咱2岁呢，讲安尼。有差啊，无得较有差啊，无主你普通啊，对无？可以啦，明恁唱数，我嘛是唱数啊。你嘛数？哎呀，你唱往事就是，我的安慰，我嘛唱往事就是。差不多年代啦吼。伫咧唱片行。嘿，恁老过唱片行？是。你有顾过吗？我做囡仔，是就是我学生，做学生的时代，我若下课拢去顾店。啊，我请教一下吼，你敢有印象中恁较早恁唱片行卖上好的专辑比赛？爱看啥物时期啊？比如讲，我若小学的时阵，我会记你迄当阵，吼，卖了足好的红樱红，江辉，吼若国语的、华语的，吼。华语的迄当阵啊，我想看卖啊哦。我大概搁10通岁啊，开始有许美静、许茹芸。你国中左右啦。国中左右对吧？吼，搁开始有港星啊。熊天平啊。熊天平，搁开始有港星来啊。有无有一段时间港星一直来嘛？张卫健。张卫健，对。伊过来阮兜签唱会，真假？迄当阵拢有签唱会呢。我外敖咧，我高中就要主持签唱会。你讲主持，其实就是举一个麦克灯嘛。来哦，要签名的徛这边咯。伫恁兜唱片行外口对啊。他们无家己迄个胆量安尼啦。毋过伫咧唱片行的好处就是你通听足侪音乐的对无？对。我请教一下吼，因为我尾仔伫台北吼。我小学来台北读册嘛，我看无说我读盲校嘛，北东和北路。阮拢流行吼去公馆的玫瑰吼。玫瑰唱片。然后呢，我们就写一张单子。1个小时后再来拿。龙大嘛。咱迄张单写啥？我要谁的歌什么什么的。一卷100块，他就拷好给你。恁较早嘛有做这样？这叫排行榜，阮无。你无呀？你毋敢哦？迄当阵，迄当阵啊，有一段时间开始咧，这叫白牌啊。白牌，对。你看我有白讲无？我真正是唱片行大汉的哦。这叫白牌啊。这叫白牌啊，就是因为我花好多白牌啊的钱哦。华语叫做排行榜。吼，因为有一寡唱片公司伊卖出所谓排行榜，这就是方便讲吼。人讲我买一个专辑吼，迄当阵一块120块有够贵的。120块。上红的嘛，干那主打歌尔，其他歌曲我也无爱听。吼，毋则发明一个讲，无你捡啥物人的，拢主打歌的。人，大家拢是你听过的歌。就是地下经济的那个盗版啊。对。不过到尾啊，迄敢若无时间无介久吧？没有好几年嘞。好几年哦。尤其是生有歌，因为阮想要练团嘛。想要练歌嘛。对。所以咱开生有歌的歌单啊。无就爱较早较流行伫广播录电台有无？对。你刚才开歌单去，大家讲价啊？为虾米？即马做的同学吼，一人咱就100块，一人10块吼。迄张迄白牌的龙大转来对无？你毋是有迄个双卡的录音机？佮甲哭过。对。原来是安尼哦。所以恁无做白牌啊？就对。无啦，阮毋敢。你毋敢？毋敢，因为到尾啊，我知影是，真济单位咧掠这嘛。迄是买啊啦。迄是买啊吼。买啊，嘿。所以恁无就对。无。所以伫迄个，对，伫迄个环境内底，你听真济歌，迄个影响就真大吼。我感觉我足感谢讲，较早厝内底开唱片行即件代志。这就敢若咱你学，不管讲啥物语言也好，就是你有迄个环境，你就毋免挑工去学。自然会晓甲挑工去学是两种无共款的一个感觉。我就是即款环境内底，我学足侪歌，因为迄当阵咱还流行啥物人的歌，咱唱片行都爱放几工嘛。对。我就会记你讲，而且迄当阵的迄个酒后的心声太红咧。阮兜10点开门，就开始放到暗时10点。差不多会晓唱啊。爱放几个月，结果有一天，阮爸伫咧阮店口，伊的车停伫店口，伊咧困倒，听到咵一声，伊怎紧爬起来看，有一个人用迄个片子挂伊的车。为啥？阮爸就甲掠起来讲，你是安尼要挂我的车哈？结果一个问起来，伊是住阮唱片行对面的人。伊讲，因为你已经放几个月啊，你敢袂当放第2首，嘛真好听。
伊生气，伊感觉讲，哎呀，我听的歌你来甲咱放头一首，你敢袂当放第二首？安尼伊生气，来挂车安尼。当然到尾也是无啥物代志。我要讲的就是讲，唱片行业当中的生态就是，啥物人出歌，阮就爱放啥物人的歌，放几工，也因为安尼我学真侪歌。所以真侪歌，真侪 melody 全来进入到你的生活内底。这个代志，你来到许志豪的这个专辑，我必须说伊这个专辑的迄个内容很丰富。你听会到唱情歌的许志豪。你听会到唱舞曲的许志豪。而且有努力，好像想要往正面的角度走，因为迄个情歌一般情歌拢有一块负面情绪伫遐嘛。许志豪的情歌们拢无啥物负面情绪呢。情歌们，无啦，无啥物失恋的啦。不过有单恋啦。不过都没有太负面啊。没有，因为亮哥拢讲我是阳光男孩嘛，不离阳光。阳光男孩幽默嘛，所以咱这块专辑其实拢是真正向的。老师，你听起来感觉嘛是安尼吧？对啊，我拄仔袂甲你讲，我感觉拢做正面的。安尼好啦，我讲安尼较好啦。这个时代需要这个物件。是啊。你安尼做艺人，对歌手，一路行到做主持人，即马一起年以后又要转来做歌手，前景嘛是安尼浮浮沉沉嘛吼。是啊。你伫咧即度，你有啥物感想？我先讲我的感想。好啊。我记10年前、10多年前有一个著名的宣传吼，较早老前辈叫小峰啊，我拢叫小峰哥。小峰哥迄阵，因为我较早是编曲，我会弹琴做乐师嘛，是编曲。10多年前开始做家己的迄个家己的创作的歌的时阵，小峰哥甲我讲，你爱记哩哦，戏病骹徛久着你个。所以你若家己先软骹的人先输哦。所以这个代志我就记掉了。伊讲你既然你若到幕后就随在你啊嘛吼，那你会行在头前吼，你毋好感觉即张写，你后盖就歪写哦。毋好画烂哦，无你也无猜你了钱。伊个戏病骹徛久着你个，毋好家己先软骹，我记住掉。即句话吼，老师讲完吼，我嘛是真认同。华语叫做心有戚戚焉。心有戚戚焉。不过咱必须要互大家了解，讲即摆的音乐界较早是无共款。我定定爱讲一句话，就是罗世峰罗大哥，伊伫我拄出道的时阵，伊就甲我讲过一句话，伊讲吼，你若较早出道差不多20年吼，你即摆就已经趁足侪钱啊。这我了解。因为较早趁钱的机会多嘛，台湾的经济好嘛。即摆平台遮济，较早3台嘛，较早3台，你只要有法度上电视，你就家喻户晓。对。即摆咱来算电视台100几台嘛，咱若要算网络，迄是不计其数。因为即摆是叫做茫茫人海啊。是，也是因为讲平台济，就是表示你会当表现的机会济，也毋过平台济就表示讲你的曝光率会去用稀释嘛。我毋则定来自嘲讲吼，咱若要舞甲大家拢捌咱，啥物族群拢捌咱都爱出一寡社会新闻，才有机会嘛吼。所以讲这个是安怎爱互家己即款的心理建设甲想法的，因为你若无安尼做吼，真辛苦心理嘛会破病。咱想讲咱就拼甲安尼是安怎？咱伫即群大家捌咱，若换迄群的时候，咱就敢若路人，有无？是毋是即款感觉？这个华语叫做分众啊。对。就所以爱家己讲的啥，袂当贪心嘛。你即摆即群你好好去遐经营嘛，别群顺其自然嘛。我就讲我若会当主持的时候，我就好好主持。互爱看综艺节目的人熟悉我、介意我，有机会我就出来唱歌，唱我爱唱的歌。若是因为倒一条歌会当搁较少年的族群会当熟悉我的时阵，迄就是顺其自然的代志嘛。我即摆是用即款心态，伫咧艺界拍拼。也毋过我嘛要呼应拄俊杰老师讲的迄句话，叫做戏白骹徛久，就是你的，真正你爱徛调啦。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竞争的环境。大部分的对手是啥物人？是你家己啦。我毋对。是你家己，所以
我嘛真心诚较早的歌手，你只要好好唱歌，你就会当赚足侪钱。你会当一工走7场8场的工地上，毋过即马无嘛，即马无嘛。你有听过一个歌啊？你毋知影我讲互你听，我听景纯讲的，许景纯啊，嘿，因头家较早是叶启店嘛。啊，伊就甲我问讲较早安怎趁钱？啊，伊讲因去做歌厅哦，做煞，到早咱无咧开票用现金嘛。现金是安怎？伊讲后车道开2部地。是啊。我讲2部地是啥物概念？伊讲2部地，我讲内底拢100哦。伊讲没有啊，都1000的。哎哟，2部地呢，可能会当买厝吧？伊讲会使啊。系啊，你看即马哪有即款时机？即马是一手就掌握了，就一包。没有，现在拿不到，因为回互你的户口。对，即马是对，现在没有现金，而且会帮你扣15块。不过吼，老师，我要讲这并毋是讲要感觉讲啊，咱无法度像较早安尼啦。我会感觉是即个意思，我会感觉讲时代咧改变，即马有即马的好嘛，吼。毋过即摆更加挑战就是讲，你必须要会当加做一项，你就要加做一项，就是增加你的能见度嘛。这嘛是啥呢？我要伫我的主持的工作，目前还阁算稳定的状况之下，我现在一定要阁出一个唱片。的原因嘛是安尼，就是讲甲大家讲，志豪会晓唱歌，听看卖啊，听看卖啊，伊会当歌手，嘛会当主持。即摆环境变安尼嘛？我不勉强大家哈，因为我知影真侪人恁兜无 CD 播放器，好，你即摆连电脑也都无嘛吼。至少这个有实体的，有实体的专辑。如果你听到歌好听，你感觉你对这样足介意的，你当伊是用募资的，募资迄就是募资就欠人演讲对吧吼？所以大家你若感觉好听，你买一张等于看内底的歌词。看内底的这制作名单嘛真好吼。如果你觉得你就不想要实体，我无甲你勉强，也毋过麻烦你敢会当卖干网络安尼 KKBOX 听就好，你可以直接网络下载跟它买下来。哇，谢谢老师。我跟你讲，买现在很便宜啦，台湾现在一首才20块而已，很便宜，你买4首歌才200块，对不对？没错。嘿，无你就下死命点，下死命点其实徐志豪就歹赚的啦，真正啦。点阅6万人次，不到600块，不到哦，没有。我上次写一写，马芳还说我记错，马世芳跟我记唔对。所以大家就是你喜欢的话，你把它珍藏下来。好，因为即摆做唱片的人，我甲你保证，伊做唱片拢赚袂到钱。无可能啦。为什么？伊第一项是伊高级的名片，第二项是伊分享伊家己的心情，是比写小说较袂趁钱的。有影呢，真正啊，对吧？所以大家你用你的方式，好不好？这种人歌和你正面，你都要听伊讲话嘛，是一种真正。我感觉我介意志豪这个态度啦，就是。这个时代环境甲古早无同款，这个时代门槛低，但是每一人要徛的条地无遐尼容易。所以人伊拄仔讲啊，伊讲我来当主持，我当然主持啊，我认真啊主持，有倒一个环境需要我就去做我的代志。我无去又袂记你，我真正是一个歌手。是，我互你等12年，也毋过我即张专辑无要互你安尼听了起毛歹的体力纵横无。我就是互你。温暖，互你舒服，我感觉就好。谢谢老师。而且佮含我黄山亮合作吼，亮哥出品品质保证。有影。嘿，黄山亮出品品质保证。这块唱片，伊真正是，我敢若讲仁至义尽。仁至义尽啊！吼。伊会当讲是专得伫咧收听即块专辑是用上介好的，每一个阶段拢用上介好的，包括伊个人就是上介好的。我感觉你唱歌有一个我介意的所在就是袂虚华，袂虚华。因为我感觉足惊迄位主持人来唱歌足虚华的无，伊拢无呢，拢无，很诚恳。谢谢，谢谢。专辑的名称各种讲一个。袂记的青春。然后已经在各大串流平台拢听得到。
然后你也可以收集他的那个实体专辑。你的唱片行，你上博客来直接买，他到你家就好。因为你到附近无唱片行我知，好直接上博客来就好了。然后许志豪粉专也 IG， 你也填了介意，包括咱这集的节目填了介意。你可以跟他分享，我刚才在讲回向给他。妈呀，你我个做健康的哦，妈你啦，你当家会分享，吼，你当会分享。我非常欢喜访问到志豪，我会荣幸。啊，你同尾也搁介绍首歌好无？好啊，咱拄仔已经听过《袂记的青春》，命中带车位吼。我想要来介绍一首歌，我感觉这首歌，真正是甲我过去的歌路有真大的无共，伊做少年款。我打断一下哈，大家有空去搜寻一下许志豪12年前的音色，感觉跟今差就这不一样，对不对？很不一样。你去听下在我外讲，你该去听。我也没有说那个不好听啦，但气氛差就这。迄个秀清姐靠我讲。你有食到荒山亮圆螺吼？那你即马较进步。我讲哎哟，有差哦，要知我就给恁歌。我要介绍这首歌吼，叫做《爱过的人》。爱过的人，吼，伊嘛是一个单恋的歌，也毋过袂讲介悲情。哇，真侪少年朋友听过这首歌就是介意的。所以希望会当伫老师的节目内底嘛介绍这首歌，好无？无问题。我无爱祝福你唱片大卖，因为这种话唬人的袂可能。但我祝福你的唱片，互真侪人听到。谢谢。然后莫讲等10几年啦，莫讲等1几年啦。希望啦，我来讲，即块唱片有袂歹的成绩，我毋才有力量继续来做后一块。真的吼。毋过即马全心全力，就是要将即块唱片介绍互大家。对。当务之急。好，互你来熟悉。会晓唱歌的许志豪，咱做伙甲许志豪鼓励加油。谢谢。咱来听这首歌，歌名叫做《爱过的人》。感谢志豪，谢谢老师。谢谢许志豪接受我的专访，也谢谢许志豪带来好听的歌。那我们一起为他加油，一起祝福他。也谢谢你听这一集单集的节目，我们就在歌曲当中要跟大家说再会了。那希望你喜欢我的节目，喜欢的话你可以上我的粉丝页，你可以打钢琴诗人王俊杰，我每一集的节目都会在我的粉专上留下一则贴文，同时呢你可以在上面分享你的心情，你也可以给我一些回馈。另外邀请你可以在你的收听平台帮我按评分5颗星。好哦，我们下个单集再会，我们来听许志豪的歌。是爱走去倒田，当时将手牵，怎又袂当成双？敢讲天无成全，予咱的爱行袂到站，拆散两个人，将厝分西东。时间袂转去。褪色的日子，当初爱过的人，抹袂过遗憾的梦。若回首过去，要倒找去大有酸有甜，带伫心内的记忆，混吃的岁月，断肠的情梦。曾经爱迄个人，哪甲怨叹无一梦？离你的怀念，天极温暖，虽然是短暂，心头迄个梦，早错过离开的彼岸。是爱走去倒田，当时将手牵，
怎样袂通成双？敢讲天无成全，予咱的爱行袂到站，也煞两个人将厝分西东。时间袂转去，褪色的日子，当初爱过的人，换袂过遗憾的梦。若回首过去，要倒找伊大有酸有甜，带在心内的记忆。阮家的岁月，短短的情梦，曾经爱彼个人，哪敢怨叹无一梦，依你的怀念。天客温暖，虽然是短暂，心头迄个梦，早错过日去。